來看嘉義縣中部農民對東南亞引進紅毛丹的籽，經過10冬的改良，今年總算大出咯。另外，在竹墻鄉哦，有農民利用花蓮果來研發天然的酵素，唔來當當做肥料，可以當來防止蟲拖生卵。一粒一粒紅毛丹佇樹仔頂面的結果，8月到10月是大出的時間。嘉義縣中部柑仔產銷班的農民開10冬的時間，利用接機的方式來改良。成功在中部栽培10公頃的紅毛丹，和家己特色的水果，更有新的選擇。原生種的話，它很不離合，你要把它吃完，會一個早上，所以在那邊那一顆，因為它粘在那個種子上。然後像我們現在改良以後哈，就變成你可以有的還可以用手剝。除了特色的水果以外，在嘉義縣的竹墻鄉，嘛有農民摕火龍果用長米甲水浸半冬的時間來製作酵素。農民表示，火龍果熟了後無法度放上久，所以伊就試看賣火龍果佫有啥物款的用途，以外互伊發現火龍果酵素的功效。現在目前做的只做葉面施肥啊，跟根部的營養吸收，還有可以除蟲的一個效果啊，把那個我們的蟲卵啊。有一點讓它沒辦法大量的繁殖的功效。為新品種的培育和研究天然農法，農民透過試驗和改良，讓在地傳統的農業發展找到新的目標。唔但增加新的農產品，嘛替友善環境的種植方式，帶來多元的種植技術和知識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